想要避免失智症，骨力运动就对啊啦。作者罗久安。常常听人讲，人食老毋若体力输少年人，头壳嘛定定会翻颠失智。毋过，虽讲整体体能流失是身体老化的正常现象，咱头壳的功能敢定就会变较歹呢？头壳的认知功能包含记忆力、注意力、语言、抽象思考、甲判断等等。失智症就是脑部功能退化，造成种种无共认知功能流失的症头。有可能是自然的退化，嘛有可能是因为得到神经退化性病症，亲像帕金森氏也是阿兹海默氏造成。运动避免头壳老化，真侪科学研究早就显示，长期保持运动的习惯是避免食老失智的好药方。比如讲，2018年4月，瑞典一个研究团队发表因观察1462位中年妇人人健康状况超过40档的论文报告。因发现心肺功能勇健的人，得到失智症的年岁平均比别人慢9岁半。暗示接运动会使减轻甚至避免食老失智的风险。不过，这个团队并无解说是安怎运动会当维持头壳的认知功能，搁压制因老化。